咱三三可能若无了解，就毋知，嘛有可能拢无转去的啦，也嘛有可能会转去咱留啊，求龙族亲，另外族亲，所以一定要是实际。真正中庸人讲，如切如草食，就合如毒如无食，自修也。爱经过千草动物，咱自身带公平。大项来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大学的原理是要互你第一重要，承认你个人的明德。你个人的明德若无明，工做袂出来，力量出袂出来，力量出袂出来，工出袂出来，自然就会去亲民的工就走无。那么亲民工夫甲无出来，就无法度到极限这种连贯的。中庸嘛是安尼甲你讲啊，天命之理性，出现之道，修道之理，咱来了解这三大理念。所以，处处伫咧中庸内面，伊对事来讲，不偏之庸，不义之要。中是天下之正道，庸是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门传授修法，诸书孔其九二差伊来报备之术，以修为主。所以，咱来了解，这个经典内面呢，是讲这个物件，讲咱修行，先修咱自身的本体。自身的本体了解了后，咱才有法度到亲民，才到付费了外的功夫。亲民甲外的功夫后，你要创啥货？要回转咱的国家，咱就了解。后日叫咱的祖师爷，来斗阵做伙，这是咱人生最后目标啊！这是这个代志。咱论语讲来到遮，那像讲到第一集，主曰：讲人夫子，方有德即地，方无德即地。以地可敌啊，可及啊；以物不可敌啊，不可及啊。咱来讲，主曰：人夫子，方有德即地，方有德即地，方无德即地。以地可及啊，以物不可及啊。人夫子，所以伫这内面《论语》内面呢，讲足侪东西，高人甲过去的圣言，这伊的用处对一样，伊拢会依照咱了解。讲这个人夫子，这人夫子是老古的人，伊邦有道的时阵，国家太平，原来太平的时阵，伊会当发挥伊的地位出来做，但是呢，一定有道。对待有道，帮有道的时阵，伊就将伊的真正地位毋是无理路扛起来，真像小民主的俄罗斯主办的，我为言将这物理理性艺术以外，对呀，讲道理，讲规矩，无按会听，干话呢，在我那想，拢袂记，因为公司里咧讲的话，男主呢，伊感觉讲大都足重视的，所以敢若出名，就是我咧感觉。讲有主讲，大家甲讲的，讲甲看咧，那真係无难的。如果当伊离开了后，伊甲看，伊所讲的道理，男主拢做出来。可及也不可及。这站就是孔圣人的圣站，为国国老国，叫为国的大夫人夫子，伊有清净地位，无国处世，为商人所不及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伫修学道过程中，咱无奈一定可。当时几十年前，这个时阵可能。
40几年前，咱换到出大课，用迄个入声体温来换到在底下来换到这个是知影啦，可能少少，迄时阵呢，了后后尾个国电拢收起来，逐间有等国电拢收起来。 咱个前年者无顶开班，但是拢出入家庭访问，家庭拜访。嘛，安尼了后，大家就是帮友的甲帮友分享，咱了解。12，孔子评论人夫子以邦国有德，以邦国有德甲无德的区别，来观察伊做人的态度，咱嘛是相信安尼。 因为咱人生到这世间，有好运，也有歹运。好运你就做拍拼，歹运你就甲放下，安尼对。所以伫咱道中时阵啊，道中中，咱拢会去看。伊这好运的时阵，讲上天拢有咧保庇，伊就认真去拼，拼规年都去拼。等后伊咧落天的时阵咧，含什么个？ 开破了，数学3月拢突破，这是真啊！所以呢，咱来了解一个人的处境，咱有道甲无道，好运甲歹运，咱来坚持咱的原则。咱的原则守无好，咱讲修道若有考，花家里人真新鲜。修道过程一定有考，考官你是坐咧修，还无遐咧修，所以咱用这个有道甲无道来判断伊品格甲伊品质。一定不同的环境，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德行的操守。不同环境下，伫咱生命学道当中，咱的德行的操守，咱受道的这个原则一定会乱。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安怎样？ 先帝之时所见路，乃通常之地。足顺遂的时阵，咱来见到了咱真正的才华出来。人可效法之，别人拢会安尼看，会安尼效法。毋过呢，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拄着咧落坑的时阵呢，咱讲得失言故，受拢共通。 人生一定会经过这个考验。而互乱之时，因处境艰难，福地当存，言行之间，使委屈困惑。所以咱若多做时运，就是这个时阵呢，咱的处境足艰难的，足危险。所以呢，咱伫道义内面，咱一定毋通放我怎啊线伫咱。 咱言行之间，一定该屈落就屈落，该砍的就砍的，该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唔通太红咯，太罗，太罗红红。无应该讲的时阵，咱讲；该砍的时阵咱就砍。因为咱人若咧习惯讲一句话，人就该拄到你走无路。这一定的道理啊。其实讲一句足对的话，人嘛甲你保证。 你若运得好的时阵呢，你就讲是就对，所以咱一定来了解。而人夫子呢，却连做到终而不辱，好像无爱之人啊。所以人夫子这个人有重新的智慧，所以伊呢做到讲终而不辱，含的都可流露出来。亲像茫茫的人，事实上呢，这种有爱中有情。 真正讲的，伊看的当中有真正清净的智慧伫个。若无智慧的人，那看袂掉啊！毋是他人所令，毋是别人无法度。唯有智者才明，唯有有智慧的人才有法度。所以咱修学道理啊看，捌足侪时人，伊有法度人甲咱行一条路无法度。伊会甲咱轻视。 毋捌字的人，伊有法度无？伊若要做，伊就无法度。修学道，毋是捌字的人的专利，嘛毋是好业人的专利，咱一定来了解，
赶到这个世事，所以这个唔系亲像孔武主在培训南回的这个不为如的这个形象，所以孔主赞叹，这是商人讲咱是上帝，所以孔主摕灵武主伊的个体来讲，互咱做参考，留互世人去甲研究，去甲摕来做咱的准则所以是将咱有时间就好了来看。住在庭院，住在庭院，归有。我动之小主公干，我动之小主公干，非言成交，不敌所以才智。这是孔武主自由言讲较无法度倒转来要倒转来鲁国，过来用栽培的地主，所以来到定国的时阵，伊才安尼感叹讲。所以有当时咱若出去办道，伫咱台湾伫国外办道，拄着困难的地方。孔圣人亲身去做，都拄着一困难的来到定国，伊就若亲像讲坐伫遐吐为食啥伊就招个地主讲来。迄个时阵当时咧办道，有哪带要紧呢？是一半仔带出，我会当做的拢带出，伊就讲转来，咱当中咱鲁国内足侪咱的诗，足侪咱的文字，公者有公者，甘者有甘者，公者是高智，甘者是不及，所以公干。拢是中，咱而即卖来了解。咱修行道，就是要求中体，所以中主持写中条，这啦这个主持咱也做这个事达讲，不偏其中，不厌其中，目的就是要人定中体。中是听咱是正道，中是听咱是道理。公者呢？公者就讲，早做头前，拢袂体路，拢袂体步。官者呢不足，所以孔武主有一个，毋知啥物人咧甲问，咱人先咧甲问，我们书有商呀，是啥？书就是主中，商就是主下。伊讲书有商啊是啥？主啊，书也有商也有业。学生来讲，言即书亦有，那安尼书就较厚。恁老师讲各有不及，安尼即卖咱来了解，各有不及相像伊讲书主中较控高较属于公者，主下商属主下，伊是一个较难较优势。伊拢敢冲就对啦，讲苏贞昌讲冲，伊毋敢冲，伊这人较优势，伊拢想讲如果能出口，就麻烦对。所以咱道中就是一款人，所以咱伫修办道过程中，咱也爱适可而止，该做咱就来做，袂使讲放大拢毋敢做，拢无法度，所以一定要道理。所以伫咧家中种地就讲来等，咱无法度通办理无孝道，等来教育咱的地主，公者甲官者然后拢会当得到用地。讲非言心中，只爱学生，这文字这道亲，虽然道理捌足济，经典捌足深，但是重点抓会着，非言心中，就是足济文化足济，文学足济，不知所以才智，伊毋知影要安怎用切，要安怎用切，所以遐来找爱地主等来，即种的宗旨是孔武主在中国实践道义不灵，上回鲁国培养人才，传道义后世，因为道是永永远远的，足久，人道我毋免讲道稳到点时尔。背就无去啊，无影，是通安尼讲。你若看咱的
无开普渡是稳健尔，嘛毋是开普渡。人讲风主传经主，风主传经主，经主传主师，主师才传明主，甲明主倒咩西迁，伫西，也是真卖一句话就嘛来听，因为伊无切实了解，咱来了解。西方的这个道呢，西方的这个道是比孔圣人较早。这也做世尊如来，嘅孔圣人嘅40几年。孔圣人出世知影了后，就咧讲赞同西方有佛，所以咧讲啊，所以来了解。毋是到明主传伫西方去，较早我打求道时阵，人就安尼讲袂，毋较把病后，迄人吼到传明主传对别位去吼，咱就无道人去啦。这爱了解，爱切实去了解，应本甲普渡安尼是尔所以孔圣人当然老古要培养伊学生，目的就是带这学生有这个力量来从这个道德继续传下。孔子的信，孔子办一件东西，各国精诚独立，所以孔子伊的东西呢，对一个国家拢相像，业真相像，大家拢真咧趁钱尔。拢无咧真咧修行啥物，修行无人咧真，趁钱人咧真，修行无人咧真。除了咱有钱这经营者，大家拍拼尔，也无伊路。即看明主呢，一篇内面头仔边，明主去见牛羊，你听到啦？牛羊讲受万千里之来，受就讲你老人家伫娘过来到我祖国。你祖国来我，祖国来我两国啊，会将伊2、5个我，摕3分2秒来互我呢？所以这种是明，这种是明主食老当去拜访娘国，太会甲摕来做头前，修行要有力量，爱看有理。你若讲无看，你才无法度通修行。你若讲无看，你逐日就是理啊。这明主曾经讲过这明之气，诸为利，是积之道源；这明之气，诸为先，是顺之道源。两个人，你若要问看，送是安怎，送是安怎，是这个利一个义尔。所以明主甲讲讲你唔通干那讲利啦。你若干那讲理，你个国家就去就败去，咱若今仔日有咱将理来放伫咱个身躯内面，咱后头咱受唔到。第二也是咱有份，你定爱了解啊。人想讲我去着倒啦，我后日就转去啊，不见得。当时呢，咱使真，为着去记着。大家接大家什么来的？就讲恁这拢无效啊，道安怎啦？反正这真难搞。无的确的啦，这大家拢是活落去咧模拟啊，大家这骹拢对伫迄个水底啦，还着爬上平，甲看你无偌济。但是试看，咱一定要注意时时观察咱家己，时时观察咱家己。因是主张以人情挽救天下的定论啊！除了人情，我同挽救天下定论以外，拢无法度消灭你立国的战恶，要消失你立国的这个战恶呢？除了人情以外，无法度解除人民的痛苦，真正来修人义以外这条路，人民来。起码将人义来排伫信任，咱大看法。人义若无排伫咱的信任，咱人生大千世界，点是足痛苦的，点是痛苦。所以怀着了济世救人的热诚，咱爱有孔圣人这款信仰，怀着了济世救人的这个热诚，福薄丰田，周立国。
真正不方便啊，手来讲，像咱这真严，咱在点传书，有哪条迄个时阵首先，互不方便手来讲，希望接触优选各国的国军，迄个时阵，孔圣人是讲照安尼来优选各国的国军，采用伊规则的内容，咱真诶真支持，排了真正诶精选，真正训练的秘诀，去敌国去开荒的战，袂使我的地方的这个牛人，地方者先来求道，来引领地方来形成正气，使我咱地方会当安定来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，但嘛是咱的责任。伊遍地各国，到了最南方的楚国，楚军也不采用伊的主张。到楚国的时阵，楚军嘛无法度咱采用伊主张啊，只有回到敌国，倒转来敌国。孔子甲小弟留伫家乡的一个地主人，多办去啊！迄个时阵，楚军无法度接受伊的建议，所以伊倒来倒来，才想着讲我家己拢做外口我厝内足济足济宝器存的了，无转来才整理去的，所以伊呢，才想着讲留在家乡的这地主人，哥哥开田有定青天下代志，大家拢讲我足好，大家拢讲我足好，未真正进入修道的过程，大家拢讲我无法度，还无要做我做我做，所以还是尽量咱来了解，处理是足艰苦的代志。无看法的真正咧去开放，也真无讲拢是进出的一个工匠，向不知道，才道事理，敬不知道，矫正自己的短处，孔圣人伊当安想，伊这地主大家拢有竞争天下才子拢有进出，拢是一个进出的工匠，确实毋知影要安怎来做来种植，伊毋知影我的过程有倒一样，所以孔子甲打算结束周立国的问题，回转来故乡，伊才一个地主，加以栽培，即卖孔圣人伫遐结束着了，即个周立国的行天庭，转来故乡，来栽培的地主，像咱。嘛是咱伫咱的地方要做人袂做较有啊，语言会通真正大家了解，互相了解，所以就是足艰苦但是呢，这个时阵来到遮，无出去也是袂使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孔圣人伫遐栽培伫遐多办会通，但是伊个故乡要转来加以栽培，保障大家伊个地主。成为这世救人专才，互因这公干的人会当恢复重体，当恢复重体，互伊成为救世救人的专才，继续自己的心愿，继承自己的心愿。因为孔圣人要有乐者安治，朋友心志，小者怀是这个心愿，伊要到达成这个心愿，伊希望讲，这个心愿会当互伊地主来继承，发扬自己的主张。伊的主张就是安尼，要乐者安治，朋友心志，小者怀志。我每一个人拢去道，每一个人拢当修道，每一个人拢嘛为了地下轮回。所以伊担当救世救人的大事业，大家拢会当做，拢会当实践。这个大事业，所以希望咱来了解，咱来替咱的前人付出的这个痛苦，因为国外因艰苦，所以因转来讲因的艰苦，咱就目屎流对咱的倒来钱，暗嘛替咱的前人这样理想，所以呢，咱一定大家爱护迄个出去受办体。献修万道的心愿，发扬这个救世的大事业，
这但是今仔日咱求学都应该做工课，过来看23章，主વાત必以宿者，不良苦惡，萬事容易。这个必以宿者，这是我的本的囝。比如大汉的宿者是安那？我的君要归孔的时阵，规样是要宿者来继承伊的这个地位。但是呢，这个宿者是细汉的，较敖，比伊大汉的较袂遐敖。归孔去了后，比如讲我若无走，阮小弟袂继承我这个事业，所以伊就要走出去。宿者呢，伊讲这地业。养子是计家业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我哪会使计家业呢？所以宿者呢，伊知影这个情形，伊嘛离开因的家庭，打互传念要手因的养养电视的，搭继承起来。所以比如甲宿者，因这两个人做人有大原则，就是讲你对我歹拢袂要紧，过去就过去啊，我拢袂去甲你记。过去唔对就过去唔对，我拢袂去甲伊记遐个物件。所以怨恨伊的人就少，万事容易。怨的人就少，遐日子嘛，咱那个有一寡人就讲你咱做我甲你记到死，就甲你记咧。这是咱做人无应该，咱一定爱学必须甲宿者的这个信仰，咱修学道来好行。所以圣人。伊将过去的高人、过去的贤人、过去的学者、过去的圣贤，因的好处拢写伫经内面。目的要创啥货？人讲不老经典是要度众生啊，互咱后世的日子们会当照伊安尼做，安尼这才是重要。所以这种的宗旨，孔子赞言、赞美贤人、必以宿者，拢有宗教的特性。所以，是对于宿者两人相比孔子、荀子所赞扬，因这两个人拢比孔子甲荀子来高乐。孔子称他们不干其事，不足其心；孔子就来高乐，因的心智要安尼就是要安尼，志向要安尼就是要安尼，因无干其事。孔圣人讲周道、古德。有人有人，所以孔夫子一世人就是周道，伊的志就是道理，永远就是安尼。古德一定来做伊的根本点。伊有人，伊所有一动一静，拢是以人德，以人为靠，有诶，伊出来社会，出来做来讲。拢相当有研究，无讲无下道理的乌白讲，伊去来做研究。所以讲不足其心，因呢无因为着好业，无因为着才华，无因为安怎样来重要伊的心。所以这是讲因不降低自己的志节。保持人家清高，不辱没自己的身体，保持人性的尊严。所以，姊妹，咱修道得道，听足侪道理过，目的就是要安尼，目的就是要安尼。咱唔降低咱家己自己的志节，所以入下了是台湾，咱安尼讲，求道了后，要诚心保守，实心忏悔。如有虚心假意退缩起来，咱拢安尼讲，这是咱的志节啊。保持咱人格清高，咱今仔日用得到，咱的人格相当了解。本来咱愈来就是清清白白，拢无半点污点。可是来到遮，就着起并不要把咱封闭了后。已经足惊人，足
这句实在含票袂清，倒落倒，无法度人票会买啊。所以咱一定爱认咱的屁，守咱的节，保持咱人家清高。不照顾咱家己的身体，无要紧啊，瘦嘛是死。人讲皮祖食到820岁就死无，嘛是死啊！伊讲听讲走去到免死酒就毋免死啊！伊就讲一日走，会知影讲我820岁岁寿命，以前就已经升到差不多地仙啊！820岁岁寿，我若无赶紧走过免死酒，我一定会死啊！对啦，乌白无常，无当去找人啊！因为伊上都850岁上拢变了，去迄个桥了，要过免死去迄个桥个。我去遐偌钟啊，两个就去遐偌钟啊，遐偏错就去到遐就去甲伊怪迄两个囡仔偏错啊，我啦讲偌钟啊，讲囡仔伫遐啥，偌钟啊，无行，你钟啊才会当无做行，就我偏错820岁慢慢看着，你就是偏错，我就是咧等你啊，可能是我偏错，你也有很闲的啦。上好死既然有这个心，的心，应该有效赶紧希望得助众生较重要，以外也无重要所以咱唔通为了小可代志，来着咱家己的身体保持咱精神的尊严，因为咱精神咱来了解。咱人性本来就是清净，天命之为性，上天予咱落来的，就是安尼啊！佫下底落着孔子安尼讲啊！所以呢，伊讲他面总是过之言尽啊。他面虽我是在修阳山因虽然是夭死伫修阳山下，拢是求人的。所以有一日呢，孔子去到回国，三人去问主公，问主公，讲咱是毋是可能要伫遮做回国国君哦？主公讲，咱无就无知。主公讲，我毋是咱问我买，你点样子当做所以主公就唔敢问老师，讲必于孝节好情了。孔子讲，过之言尽啊，讲无怨讲伊是过之言尽，倒是伊是夭死伫西洋山下，伊有怨人无？孔子讲，求人之得人，伊有无怨？伊讲求人得人，但也无怨，所以就是这样主公就这样讲呢，讲对啊，咱老师唔来。所以有人说咱要甲想，咱无经过这个经验，咱会知吗？主公是毋是讲有讲，毋讲老师，你敢是要做回国，我才在等你？毋是啊，所以教人就是安尼。伊问讲，必于孝节好情了，伊讲过之言尽，讲怨讲求人之得人，有无怨？安尼尔，主公就知影讲，咱老师毋是要做回国国君，你毋免想。莫学袂较深，就是希望咱来了解。修行到到尾地位就足悬，真正地位来当将咱这个自性的本底，互咱真正足了解，所以没有什后患。这也做必于孝节，虽然夭死伫西洋山下，伊求人得人无什么关系，所以明主在称呼必于是圣之清者。伊秉性清高的事实，是非其君不恕，非其民不恕。伊即尽乱即摕，当朝之事，伊放害之兵，以待天下之清者。所以咱来了解，明主伫这篇内面的是阿罗甲，阿罗必于是一个清者，属性之清者。所以伊的秉性足清高的这个事实，若毋是真正。伊该奉事的国君，伊毋是真正伊该使用的
迄万民伊嘛毋做，治伊就出来做，乱伊就停。当求之时，帝王迄个时阵，帝王迄个时阵出世嘛，是伊本来就是要来归即个文王嘛，但是来到半路文王就归空去啊，所以呢，咱该知影有看过人该知影，所以即个武王呢。因老爸还未从武王就请王子请老爸身体拖咧就出来了，挂水征召啊，所以即个变伊较实际，破马之间，伫西王山遐就出来砸这个文王啊，讲夫妇你不走是不好，行和温是不中，不好不中，严令建国。所以以外遐将官就要甲抬啦，即做伊迄个文书呢，就出来讲，就甲解讲袂使，这是现人啊，这是文书啊，袂使，强做话就甲讲袂使，所以等咱咱来了解，所以呢，伊北海其北海之滨，以太天下之清者，又一恶如仇啊！看到歹人，伊那就看到仇人相向啊！莫不是恶事，逆不听恶人恶行。他不管立不恶人之条，恶人相处，所谓歪正之所出，歪名之所指，不尽其行。所以言之嘛，伊就是一款观念。一款观念，提出来做，乱就是摕问题。帝王迄个时阵，伊北海之滨啊，要担任天下清啊，但是无法度啊。伊看到歹人，看到歹人恶人，那像仇人相向。看到歹色，伊某个目无事事恶色，耳骹。嘛无正声，无正的，伊嘛毋爱听，伊嘛毋爱入伫恶人之条啊！甲歹人相处，甲恶人相处，伊那亲像甲所谓歪正之所出，歪义之所指之情义啊！伊毋爱住伫迄个无义所在，无平静的所在，嘛毋爱住伫迄乱的所在，互相人处，属于调管。做多产的，所以伊会感觉讲，调即个无清气人，坐做那像一身污浊水的衫，去一人涂刷粉啊，可见伊如何会一暴如仇啊！但他却不计别人的过错，别人过去的怨恶，所以孔夫子特别称他兄弟这款难得的修养，所以就是我同性人呢。叫这伫遮，互人了解并不实际的这情形，咱会当效法哩，第24节，注意，属为微生果德，翕起 A， 翕诸其人而有志，翕诸其人而有志。孔子在讲这微生果，因为这微生果当时伫迄个时阵呢，人拢作恶乐，伊是一个食，作恶乐伊是食。伊呢，有人要甲讨错，伊甲讨错，去甲隔壁人好来互伊。即款情形，孔子知影，伊讲我恁逐个拢讲微生果偌得微生，伊无功德之道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小可一点仔毋对，圣人知影，就记互咱后代人做榜样，互咱后代人了解。这就是从这个孔子呢指责微生果并无功德之道，咱小都是要行功德之道。甚至做人各万不忧伤得道，咱做人袂使讲做咱绝天骨的。讲啥？什么会讲相平跟毋通相平来？
所以呢，该死就死，该毁就毁。所以，若上弯骨有上正道，有上得道，对这个得道有去伤害，而且招福献花，招花献佛嘛是袂使做的，袂使招花来献佛。花是咱的，就是咱的，不是咱的就不是咱的，袂使做。又有玉米是非之嫌，咱袂使即足关不的从无应该做工课，咱来去做到，即款方体验去。有人各有为怨添和，为人各有为怨添和，是讲咱一个人嘛袂使上面全为怨啦，这外口足谦虚的内心足好的，安尼嘛袂使。有时难免有曲意逢善，所以呢，当时咱会去留曲意逢善。也有为功德之道，嘛违反了功德之道，为曲有传是小事，违反功德是大错。为曲有传是小代志，危害了功德是大错大错。所以以小见大。有味之道，但小可过错，会做小可过错，后日就会过错。所以咱讲，泰山不可本身，故能成二代，如来不得世故能成二千，了解。抗议之年岂有异业？一座花玉放的，一条迄个，一空迄个。迄个做迄个高牙空的，甲女大空，咱小项代志要注意，袂使小项代志无注意，所以有味之道不可不行。有足小，后日会足大，袂使去无谨慎同来注意过来，第25章，注愿。他言灵色，主公，这秋眠涕泣，秋免读某，读某是主要孔子在讲伊个文某，是只读气，这秋眠涕泣，某也涕泣。某也涕泣。就是孔子本身在讲的，历愿之有其人，历愿之有其人，做求名涕泣，某也涕泣。做求名是做迄个写迄个春秋左传，迄个写一个文字。这个春秋左传3本，一本半本。一本做求名写，一本孔圣人写，再搁一本就是人写话，高粱写。这3个人写做春秋左传3个版本。卡言灵色，讲甲足好听。孔圣人第一章就来讲，卡言灵色，现于人卡言灵色，卡言不灵色。自强就是安怎这足强劲的一款情，所以做球员呢，了解这伊家己足见效啦，哪能做足见效的？孔圣人讲某也涕泣，我嘛是小像安尼，你愿之有其人歹看一点甲提醒过来，也从咱好的。来对待就更好啦，别人诶歹诶拢感觉讲，伊拢讲伊好，做球员体质，我体质，所以咱了解将之，孔子中有谢贤，一心要功德如意。孔子呢，将对咱世间人，功德爱要一心爱功德如意。会使有机会，虽然自己有做球员，当感受伊个代志，
讲的家己要做修炼，东港见小见，他以偏孔主嘛，卡言灵现无形，因人者是以正德存心，正德害人，故卡言灵现为人者所为。因为《论语》汉语篇第一篇就安尼讲的，人者呢是以正德存心，即个人呢是爱正德存心，袂使无正德存心，爱正德害人。对兄弟姊妹爱用存正德的心，正德。所以呢，他人这个为人者所为，本将在家要就是态度，以态度以态度。他人是以言语方面来讲。